唱台语歌也是学台语的一种办法。中华台语文在创意园区举办台语歌教学表演的一个教唱，也要邀请到这乐团的这个团长来遮教课，招大家欢喜来唱歌学台语。 学生底老师哪弹哪唱，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为今年2月开始举办台语歌教唱表演，邀请乐团团长来教课，有人课上了趣味，佮招朋友同齐来唱歌。因为台语歌就是让生活化，想讲甲台语也蛮当推广落去，所以阮就唱歌就欢喜，就让介绍朋友做回来，佮好朋友，所以很开心。老师足够教的啊，慢慢啊，带阮要安怎讲，讲台语要安怎学，发音嘿。台湾早年的台语歌较有文哀伤，互人认为是悲情的代表，嘛有一段被打压限制的历史。但是即阵台语歌的创作多元丰富，负责教课的陈建忠老师卖换无共风格歌曲，互民众哪唱哪学台语。大家对台语歌若是真有迄个热情啦，吼，大家来唱歌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人喜欢介意老歌，有人介意较流行的歌，系啊，所以即摆若是你尝试看看吼。不管你唱好唱歹，大家就做伙来唱歌，大家会当日常就已经有养成这款的习惯的时阵，我想咱的音乐就足自然伫咱的身边来开始。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，设立台语文创意园区以来，一直推出各种台语活动，除了办展览、讲座，也有济课程，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当来使用这个空间，让台语愈传愈大拍尾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